現年71歲嘅影帝任達華曾經拍攝電影《濠江風雲》，飾演黑幫大佬，但係佢平時係一個非常有禮貌嘅人，唔少網民喺街上偶遇佢都會大讚佢為人極好。7月15號，竟然有網民喺社交平台發文表示：任達華你有冇搞錯，離晒譜，更標籤咗明星大晒。該網民喺社交網發文分享，指當日同朋友喺停車場見到任達華正泊緊車，正猶豫有否認錯人之際，華哥已率先向佢哋舉起拇指，親切態度即時打破隔膜，確認眼前人正係影帝華哥無誤。其後喺電梯口再碰面，網民對華哥講：華哥，咁啱我呢幾日翻煲緊黑社會，出電梯之後，網民問能唔能夠合照，任達華爽快答應，更幽默咁拋出影相好啊，唔使戴頭盔釣魚就要戴。仆你個街，我就唔信釣唔到，我成條嚟，再唔得咧就揾阿魚頭標拖個魚拋過嚟。陳還原梁家輝角色嘅經典橋段，引得該網民同朋友即場爆笑。隨後網民同朋友到餐廳食飯，竟又同華哥同一間，佢哋更加被安排坐喺華哥房間門口。當華哥經過時，突然調皮咁伸手食咗網民一嚿魚餅。網民表示本身都想鬧佢，不過算啦。直至食飽埋單，店員告知佢哋已經有人俾咗錢，原來任達華替佢哋埋咗單。網民難掩激動，寫低任達華你有冇搞錯，立亂埋人哋張單，搞到我以為你食咗我嚿魚餅，原來係我食咗你成餐飯，樂笑好嘢。貼文一出，即引嚟大量網民分享自身遇過任達華嘅暖心經歷，力讚佢毫無架子，以禮待人，合照有求必應。